就来看台南玉井山影长咧大出，有袂少的乡亲会直接到玉井青果市场去买一笼一笼的山影，但是有消费者真怨气，讲买回去了发现受骗咯。上届面顶站的山影是好的，但是下骹站已经烂了。最近是高雄这边发现讲，经销商用较低价销，甲欠点的山影规个总包去，再搁提悬价销转卖予消费者。这市政府前拢调查，要求经销商都要改善，结果双方起口角。啥物消话？是你咧讲，你是要叫代志的？我甲你讲。伫台南玉井青果市场管理员带高龙甲经销商冤家，双方是愈讲愈激动。安尼你用我不要教你吃，安尼就等于害着我啊！起因是高龙不满，伊甲受损的山影俗价卖予经销商，本来应该是要做成水仔干，想袂到经销商重新包装了后，佫提悬价销卖予消费者，认为这是欺骗的行为，嘛害着高龙。到时候如果游客买回去出问题的话，是那个果农会有罪。真正有民众曾经伫这所在买几啊人的山影，回去了后发现讲顶面是好的，下面拢烂了，真受气抱就忙。市长为地也佮因此道歉，强调安心标章会加强客站。上面会有果农的编号。这山影拢有打生产者来源的票啊，才会当卖。没有，我。消保官嘛告知经销商，袂使搁再卖将无好品质的民众，那会依法开罚。依照呢消保法第36条的规定，那会停止要求他呢，要停止呢贩售，要做限期改善的动作。政府强调，民众若受消费问题，会使卡195查询，嘛袂互者不需要拖款来影响玉井水啊的名声甲信用。